网络播放的不顺，网络播放的不顺啊，到现场才能够比较清楚。要亲临现场才会比较清楚啊。又跟清净方为道了，退步原来。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清净方为道。退步。网络的播放可能跟那个电脑网络有关系啊，还是手机做 APP 程式。网络办呢？
路板凳都不顺那种。网路板了这个网路不顺啊。那